Hello，又係數師傅時間啦。嗱，今次嘅題目咧係一條咧奧數啦，或者係數字推理嘅一啲嘅題目啦。就睇睇題目咧問啲咩啦。有一個咧三位數 AAA，再加另一個三位數 AAA 啦。咁再加咧另一個三位數 BBC 咧，就會出現一個四位數係 BBBB 嘅。好啦，題目問啲咩咧？ABC 係幾多咧？叫我哋逐個逐個揾出嚟啦。嗱，首先咧呢一度咧，我哋分兩個情況去考慮啦。嗱，第一個情況咧就係話咧個位數字咧加咗之後咧要進一去十位數字。咁咧基於呢個緣故啦，A 加 A 加 C 咧就都係十加 B。咁所以嗱，2A 加 C 咧都係十加 B 啦。咁我叫佢做咧第一個關係式。嗱，然之後啦，我哋推論到去咧十位數字呢個位啊，就係 A 加 A 加 B。嗱，留意要加翻個一，因為進咗位啦，就係等於咧十加 B 啦。嗱，留意咧就係話咧呢個十位數字咧相加之後咧係會進一得去八位數嘅。好啦，大家見到左右兩邊都有個 B 啦，咁我哋咧查走咗個 B，左邊咧剩翻係 2A 再加啦，右邊係10，所以 2A 咧係都係10減1啦，2A 係9，A 係都係9 over 2啦，咁計都係4.5。嗱，但係呢個情況咧有冇可能發生啊？冇可能發生啦。點解啊？因為 A 咧係一個咧0到9之間嘅整數啫嘛，所以咧呢個假設咧係唔成立啦。跟住咧，我哋睇睇咧第二個可能性啦。我哋假設咧個位數字加咗之後咧要進移啦去十位數字嘅。咁大家睇到咧，我左手邊咧嘅一個咧直式啦。好啦，先睇翻咧個位數字 A 加 A 再加 C 咧。係都係20加 B 啦。嗱，將左手邊化簡咧變做 2A 加 C 咧，係都係20加 B。嗱，呢個咧我哋叫第二個關係式啦。然之後啦，考慮咧直式嘅十位數 A 加 A 加 B 啦，再加翻個2，係得咧20加 B 啦。咁咧將左右兩邊嘅 B 咧刪除咗佢啦，剩翻係 2A 加2啦，係得20。咁 2A 都係20減2啦，2A 都係18。嗱，每邊除個2啦，計到咧 A 咧係9。嗱 A 係9，咁當然係可以啦。嗱 A 係9啦，咁由咧第二條式咧2乘9加 C 咧係都係20加 B， 2乘加係18啦，所以 C 加18係都係 B 加20，而 C 咧係都係咧 B 加20啦，再減18，將佢移項啦，所以 C 係都係 B 加2啦。咁揾到啦第三題咧嘅關係式。嗱，跟住咧我哋咧寫翻入直式啦。留意我哋將個 A 咧變翻到9啦，就係999加999加 BBC 咧係都係 BBBB 嘅。好啦，去到呢度咧，我哋就有一個諗法啦。嗱，上邊兩個數都係999啦，咁咧上面兩個數加埋咧，坦白講係唔會超過2000嘅。就算我當 B 同埋 C 都係咧9嘅時候咧，咁好坦白講咧，加碼數咧一定唔會超過3000啦。好啦，咁即係話咧 B 咧，即係得兩個可能性，一係就係1，一係就係2。咁但係坦白講咧 ，B 係1嘅機會咧相當細，因為點解啊？上邊攞999加埋都1998啦，加一個三位數點都過2000啦。所以去到呢度咧，都幾乎咧係可以咧肯定咧 B 咧係2噶啦。好啦，如果 B 係2嘅時候，我由第三條式睇到啲咩咧 ？C 係都係咧 B 加2，即係2加2啦。所以咧 C 咧計都係4嘅。結論咧就係咧 A 等於9，B 等於2，C 等於4啦。好啦 ，check 個數啦，999加999加224啦。
嗱，先睇個位數字9加9加4係22啦。十位數字9加9加2再加2咧都係22。好啦，去到百位數字9加9加2再進位多個2啦，都係22。好啦，直接進位嘅千位數都係2，所以條數咧就大功告成啦。多謝大家咧收睇咧我哋嘅片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啦。祝大家啦學業進步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